俾人吸走運勢，仲懵然不知。呢5種禮物千祈唔好收，否則吸乾全家運勢。今日我哋要傾嘅呢個話題，我敢講，只要你仲喺人情世故裏面打滾，只要你仲有親戚朋友，你就一定會遇到，而且90%以上嘅人都係喺不知不覺之中踩過呢個坑，甚至到今時今日仲將魔害當成寶貝咁供奉喺屋企。唔知大家有冇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有時候我哋明明運勢仲算平穩，屋企亦都算和睦，點知突然有一段時間就莫名其妙開始走下坡路，事業上面小人不斷，煮熟咗嘅鴨都會飛咗，財運上面只係出唔係入，各種意外開銷好似無底洞咁。屋企人今日你頭痛，聽日我發燒，醫院直頭快變成第二個家啦。更邪門嘅係夫妻之間原本恩恩愛愛，突然就睇對方唔順眼，2日一小吵，3日一大鬧。呢個時候好多人都會去算命，會去問卦，會去搞風水。但你有冇諗過問題嘅根源可能就係喺人哋送你嘅一件禮物上面。你可能覺得我喺度誇大其詞，但你諗下，老祖宗留低一句老話叫無功不受禮，仲有一句叫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呢啲話能夠傳幾千年，一定有佢嘅道理。喺玄學嘅角度嚟睇，宇宙萬物全部都係由能量構成嘅，一粒石頭、一棵樹，甚至一張紙都有佢自身嘅磁場。而禮物作為人與人之間傳遞情緒嘅媒介，佢更加係承載咗雙方嘅意念同氣場。一份帶住真誠祝福嘅禮物，能夠令人心快神怡，好運連連。但一份包藏魔心或者本身就帶住晦氣嘅禮物，嗰個就似一個開咗蓋嘅衰神壇，邊個接咗邊個倒霉。我知道而家講科學講唯物主義，但有些東西科學暫時解釋唔到，唔代表佢唔存在。我見過太多呢樣嘅例子，好端端嘅一個家，就因為收咗一件唔應該收嘅嘢，搞到雞飛狗跳，家宅不寧。今日我將呢啲年喺實踐中總結出嚟嘅經驗同禁忌，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唔係為咗製造恐慌，而係為咗俾大家提個醒。喺呢個複雜嘅世界入面，多一分防備就多一分安全。開講之前，我想先做個小調查，大家喺生活中有冇遇到過嗰種令你收禮收得心入面特別唔踏實嘅經歷，或者收完禮之後屋企就開始唔太平？如果有，可以喺評論區打個1。另外，如果大家平時就對呢方面嘅知識感興趣，想了解更多調吉避凶嘅法門，千祈唔好唔記得喐下手指，點個關注。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挖掘呢啲隱秘知識嘅最大動力。好啦，廢話少講，將心沉落嚟，長按點讚，一鍵3連。今日呢堂課價值千金，請大家打起精神，閉起耳仔。我哋而家就進入正題。今日我要俾大家揭滅嘅係5種喺民間秘傳入面被視為大忌嘅禮物。呢啲嘢表面上望落去光鮮亮麗，甚至有些仲係價值不菲嘅寶貝，但只要你收下咗，就等於打開咗潘多拉嘅魔盒，輕則破財敗運，重則吸乾你全家幾代人嘅氣運。呢個絕非兒戲，更唔係封建迷信，呢個係老祖宗用血淚教訓換翻嚟嘅經驗總結。我哋先講第一種，亦係我提醒大家要打起12分精神警惕嘅一種來路不明嘅古董同舊物件。唔知幾時開始，
文玩收藏成咗一種身份嘅象徵，屋企擺幾件老嘢，好似就多咗幾分文化底藺同歷史厚重感。有些朋友亦都中意投其所好，過生日又好，求人辦事又好，中意送啲望落去就好有年代感嘅嘢，咩青銅雀、古玉佩、名家字畫，帶住斑斑蓄跡嘅銅錢，甚至係一啲望落去造型古樸嘅樽樽罐罐。如果你屋企有呢類嘢，而且唔係你自己喺正經大拍賣行拍翻嚟嘅，而係人哋免費贈送嘅，咁樣我勸你即刻揾塊紅布將佢包住，能送走就送走，送唔走就先放喺陽光照唔到嘅角落入面，千祈唔好擺喺屋企最重要嘅位置。點解？因為喺玄學入面，每一件流傳落嚟嘅老物件都唔再係單純嘅物，佢更加似係一個信息儲存器。佢經歷咗千百年嘅風雨，見證咗無數代主人嘅興衰榮辱。呢啲經歷，呢啲記憶會形成一種獨特嘅牆。呢個牆入面可能包含咗前主人嘅喜悅、悲傷、唔甘心、亂怒，甚至係臨死前嘅怨恨同執念。特別係嗰啲出土文物，即係所謂嘅冥器，呢啲嘢長期埋喺地底，唔見天日，吸收嘅係地底嘅陰土之氣。喺道家嘅觀點入面，地屬陰，人屬陽，一件喺陰氣入面浸咗上千年嘅嘢，突然來到你嘅陽宅入面咧，呢個叫陰陽暗島，佢會好似一縷巨大嘅寒冰，慢慢吞噬你屋企嘅陽氣。短期內你可能只係覺得屋企陰森森嘅，或者總係覺得背後有人。時間耐咗，家人嘅氣運會越嚟越弱，抵抗力下降，精神萎靡，做咩事都提唔起勁。呢個仲只係佢本身嘅陰氣喺度作怪，更可怕嘅係嗰啲唔乾淨嘅嘢會附着喺呢啲器物上面，跟住佢一齊住入你家。大家應該都聽過一啲關於古玩嘅靈異故事，有些嘢一到夜晚就會發出奇怪嘅聲音，或者令人做噩夢。呢個絕唔係空穴來風。有些所謂識貨嘅人，甚至會利用呢一點嚟嫁禍。佢哋自己鎮唔住某件邪性嘅物件，或者屋企因為呢件嘢出咗事，佢哋就諗辦法將佢包裝成禮物送俾人哋。呢個叫轉移再補。你將嘢收下咗，就等於你替人哋背咗黑鑊。佢家嘅債主而家成日跟住你咯。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會話，我咪好中意收藏咯。點算？我俾出嘅建議係，除非你有極高嘅修為同好強嘅陽氣，否則盡量唔好掂呢啲嘢。如果唔係八字係偏陰偏弱嘅，嗰個就更加掂都唔好掂。收到呢類禮物，你可以在心裏面默地請回巴，然後用乾淨嘅紅布包好，送去正規嘅寺院道觀處理，或者直接揾個地方深埋。記住，天上唔會掉項餅，只會掉餡。淨人哋送你價值連城嘅古董，你得先問下自己，你頂唔頂得住呢個背後嘅因果？我哋再講第二種，亦係日常生活裏面最容易忽略嘅，人哋着過嘅舊衣物同貼身配飾。哎呀，呢件大衣我花幾萬蚊買翻嚟，只係着過2次，而家肥咗着唔落。我覺得你着一定好睇，送俾你啦。聽落係咪特別貼心？呢串佛珠，我喺西藏某位活佛嗰度開過光，跟咗我10年啦。而家我將佢送俾你，保佑你平平安安。聽落係咪特別感人？如果有呢樣嘅朋友，我哋確實應該珍惜。但喺珍惜之前，請你務必先用玄學嘅眼光審視下呢件嘢。喺命理同中醫理論入面，
全部都講究氣，人嘅身體會散發一種生物氣場，而貼身嘅衣物戴咗多年嘅手串、戒指、頸鏈呢啲物品，因為長期接觸皮膚，會好似海綿咁樣吸收你身上嘅氣同信息。呢個唔僅僅係汗水油脂咁簡單，佢仲包括咗你嘅健康狀況、情緒狀態，甚至係你嘅運勢走向。呢個好似一個 U 盤，入面儲存咗原主人嘅大量數據。如果送俾你3嗰個人最近正處於人生嘅至暗時刻，諸事不順、心情抑鬱，甚至疾病叢生咁樣，呢件衫入面儲存嘅就係佢消極、病態、倒霉嘅能量場。佢將呢件衫送俾你，等於將佢一部分嘅霉運數據導入咗你嘅身體系統。你着上佢，一開始可能只係覺得心情莫名低落，慢慢咁你會發現佢嘅霉運開始喺你身上重演。佢投資失敗，你亦都開始破財；佢失眠多夢，你亦都開始成晚瞓唔着。呢個就叫氣場感染。仲有一種情況更普遍，就係送老人或者病人嘅舊衫俾細路。民間有說法，着白家衣嘅細路好養，但呢個指嘅係健康有福氣嘅家族留低嘅舊衣物。如果呢個老人本身身體狀況就唔好，或者係久病之人，佢嘅衫上面帶住嘅係病氣同衰氣，你將佢俾細路着，細路嘅抵抗力弱，陽氣不足，最容易受到呢種不良氣息嘅侵襲，輕則感冒發燒，重則影響細路一世嘅體質。至於貼身配飾，尤其是玉器，就更加要慎慎啦。古語有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點解？因為玉係有靈性嘅，佢認主。一塊俾人戴咗10年嘅玉佩，佢嘅磁場已經完全同原主人契合咗。突然換咗個新主人，呢塊玉會排斥佢，唔單止唔會保佑你，反而會令你嘅運勢變得混亂不堪。除非原主人係德高望重、福壽雙全之人，並且係真心誠意咁祝福你，否則人哋戴過嘅玉，你最好唔好掂。至於嗰啲話係開過光嘅，你更加要打醒12分精神。真正嘅好嘢，邊個會咁易送俾人啊？所以面對人哋送嘅舊衣物同舊配飾，我哋要學會委婉而堅定咁拒絕。如果真係盛情難卻，或者家入面有細路需要接福，咁攞返屋企之後，千祈唔好直接上身。第一步，用燒開嘅熱水，加入大量嘅粗鹽，將衣物浸泡1個晚上粗鹽，喺民間有驅邪淨化嘅作用。第二步，喺第2日中午，即係1日之中陽氣最盛嘅時候，拿到太陽底下暴曬至少7日。呢樣雖然唔能保證完全清除所有嘅負面信息，但至少能化解掉大部分表面嘅野氣。配飾亦都一樣，用鹽水清洗，然後喺月光下晾曬，或者用檀香熏下，能起到一定嘅淨化作用。但無論如何，呢啲全部都係下策，上策依然係唔好收。第三種係好多人容易忽略，但殺傷力極強嘅一種，具有強烈象徵意義嘅造型擺件。而家好多人注重家居裝飾，鍾意喺屋企擺一啲有個性嘅藝術品。但如果有人送你一件造型奇特、寓意不明，甚至帶有強烈攻擊性或者負面意象嘅擺件，你就一定要當心啦。例如一把寒光閃閃嘅古劍，一隻張牙舞爪嘅猛獸雕像，或者係造型戰異嘅人偶、乾枯嘅動物標本。我哋先講刀劍。喺古代，除咗帝王將相處遇嘅尚方寶劍，普通人之間送刀劍係極大嘅忌冷，
因為呢個寓意住一刀兩斷，有斬斷情分、割裂關係嘅意思。更重要嘅係，刀劍呢種金屬製品本身就帶有極強嘅肅殺之氣。喺風水學裏面，呢個叫殺氣。如果將呢種殺氣請入屋企，尤其係擺放位置唔啱，對住大門或者睡房，嗰個就等於喺屋企安咗一把無形嘅利刃，佢會擾亂屋企嘅氣流，導致家人情緒暴躁、矛盾升級，夫妻之間會因為一點小事就大打出手，談生意嘅時候容易談崩，甚至容易招惹官非掃帚。而且如果你本人嘅命格唔夠硬，唔係嗰種武將轉世嘅命，你根本鎮唔住呢種殺氣，反而會俾佢傷到時而一落千丈。再講猛獸雕像，好似刀斧、狼、獅子呢啲嘢喺特定嘅火藝，例如公司大堂軍營，確實有鎮宅辟邪嘅作用。但嗰個係因為嗰啲地方人多，陽氣重，而且有專門嘅供奉儀式。如果是普通家庭，冇人能鎮得住呢種兇猛動物嘅野食，你將佢擺喺屋企，佢會激發你內心嘅獸性同慾望，令你變得急功近利、脾氣暴躁，睇邊個都想咬一口。你嘅朋友會因為你嘅變化而遠離你，你嘅合作伙伴會因為你咄咄逼人而終止合作。你以為佢喺度幫你睇家護院，實際上佢喺度慢慢吞噬你嘅理智同人緣。最嚇人嘅係嗰種人形嘅玩偶、面具，仲有某些民族特色嘅祭祀木雕。喺道家同佛家嘅理論入面，萬物有靈，而人形之物最容易藏污納垢，因為佢有個人嘅形狀，最容易吸引嗰啲油多喺世間嘅孤魂野鬼或者精怪附身。喺日本有好多關於人偶嘅都市傳說，喺東南亞降頭師亦都中意利用人偶嚟做文章。如果你屋企有呢種嘢，而且你發現佢擺放嘅位置總係莫名其妙咁移動，或者你半夜總係覺得佢喺度睇住你，嗰個絕對唔係你嘅錯覺。處理呢種嘢唔好猶豫，唔好唔捨得，直接用黑布包住，送到寺廟入面燒咗佢，或者沉入流動嘅河水之中。記住，屋企係溫暖嘅港灣，唔係博物館，更唔係鬼屋。擺個葫蘆，擺個貔貅，寓意幾好，何必去挑戰嗰啲邪性嘅嘢？第四種係一條絕對唔掂得嘅紅線，亦係禁忌中嘅禁忌，與喪葬或者祭祀相關嘅物品。呢一點我要非常嚴肅肅、非常鄭重咁提醒各位，有些禮物包裝得漂漂亮亮，望落去好似工藝品，但仔細一睇，佢嘅圖案、造型甚至係用途，竟然同喪葬祭祀有關。例如喺某些地方嘅特產店入面，會有嗰種迷你型嘅棺材模型，話係寓意升官發財。哇！如果你朋友送咗一個呢種嘢俾你，你先唔好急住開心。喺正統嘅風水學入面，棺材確實有升官發財嘅冷音，但嗰個係指特定材質，例如金絲楠木特定用途。專門開過光嘅工藝品嘅擺件，而且擺放位置有極其嚴格嘅要求，通常要放喺高處嘅架上面，唔能放喺低處。如果對方送你個棺材模型，顏色暗沉，好似喺舊貨市場淘翻嚟嘅，甚至入面仲有異味，咁呢個就係最惡毒嘅招咒，寓意住等緊你瞓入去。更常見亦都更具迷惑性嘅係嗰啲帶有電字圖案或者冥字元素嘅創意禮物。而家網上面有些惡搞嘅嘢，望落好似一個精美嘅筆記簿，打開一睇，內頁印滿咗冥幣嘅圖案，
仲有些鋼匙扣、電話殼印住紙人嘅圖案。如果有人喺生日或者過年嘅時候送你呢種嘢，唔理佢係咪喺度開玩笑，都請你即刻翻臉。呢個唔僅僅係情商低嘅問題，呢個係赤裸裸嘅咒咒。呢種晦氣會直接衝擊你嘅財富，導致你正財偏財全部受損，破財連連，甚至影響到你嘅壽命。呢個叫折壽。仲有一點，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就係關於送鐘嘅硬音。送鐘硬音送鐘，呢個係大忌中嘅大忌。哪怕係再貴嘅手粒、再精美嘅掛鐘，只要係以鐘嘅形式出現，作為禮物贈送俾長輩或者上司，全部都係極其唔吉利嘅。呢個會令對方覺得你喺度盼住佢死。所以如果你真係想送手粒，一定要話係送錶，唔能話係送鐘咯。而且最好叫對方俾翻1蚊雞你，哪怕係象徵性嘅都好，代表係買翻嚟嘅，唔係送嘅，以此嚟化解呢個硬音煞。最後仲有一類極其隱秘、極其惡毒嘅禮物，係通過網絡或者不良商家流傳出嚟嘅，即係所謂嘅能量石或者定製飾物，實際上入面含有骨灰成分。喺歐美同日本有一種將骨灰高溫高壓製成重石嘅技術，用於紀念逝者。呢個本身係一種哀思，但如果你唔知情，收下咗一個對你有惡意嘅人送嚟嘅呢種飾物，嗰個後果不堪設想。骨灰承載嘅係死氣，係純粹嘅陰毒之質。你將佢帶喺身上，佢會日夜不停咁吸取你嘅陽氣，消耗你嘅生命力。你會發現戴上呢種嘢之後，越瞓越攰，面色發青，做咩事都提唔起精神。遇到呢種情況，冇咩好講嘅，直接揾個地方深埋，或者送到道觀去進行淨化處理。如果對方真係故意嘅，嗱，你唔單止要處理物品，更加要遠離呢個人。佢呢個係要將你往絕路上邊推。最後一種，亦都係我哋日常生活入面最常見、最容易中招嘅，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鞋喺風水上面代表住根基、道路同事業。鞋着喺腳上面，腳踏大地，連接地氣，對我哋個人嘅氣場影響非常直接。人哋送你一對鞋，單從字面上睇，寓意係祝你行得更遠，前程似錦。但喺傳統嘅命理民族入面，送鞋硬陰送邪，呢個係將自己嘅邪氣、霉運一齊打包送俾你嘅意思。所以除非係你嘅父母、配偶呢種至親血脈相連嘅人，否則輕易唔好接受人哋送嘅鞋。如果呢對鞋嘅款式仲有問題，例如顏色特別先知啦，紅到好似血咁，或者顏色雜亂，望住就令人心煩意亂，咁呢種鞋容易招嚟桃花煞，擾亂心性，令你喺感情上面迷失方向。如果鞋本身係舊鞋，咁就更加糟糕啦。佢承載咗原主人嘅腳氣同地氣。老話講，穿別人嘅鞋，走別人嘅路。但問題係，如果呢條路係一條死路呢，舊鞋代表住原主人走過嘅坎坷同畸麻，穿上佢，等於你要替佢再走一遍嗰啲倒霉路。更嚴重嘅一種係鞋嘅數量唔啱，鞋必須係成雙成對嘅，兩隻鞋代表陰陽平衡，左右協調。如果有人送你3隻鞋，或者你打開鞋盒，發現入面莫名其妙多咗一隻，而且3隻鞋款式一樣，你千祈要記住，呢種禮物絕對唔能收。喺民間傳說入面，3隻鞋意味住多咗一隻腳。呢個喺法科術數入面，往往同引鬼入門有關。
呢個係極其惡毒嘅詛咒，暗示住你屋企有唔屬於你哋屋企嘅人，你暗示住第三者插足，或者暗示住屋企要死人，多出嚟一個鬼嘅位置。所以我嘅建議係鞋呢種嘢咯，我哋都係自己買自己着，最踏實、最安全。如果因為各種原因，實在推脱唔到，不得不收下人哋送嘅鞋咁樣，喺你接過嚟嘅一瞬間，我教你一個破解之法，你即刻喺口袋裏面掏出1蚊雞硬幣或者幾蚊雞零錢遞俾對方，並且大聲講一句：呢點係我嘅心意，我將你呢對鞋買返嚟啦，多謝。呢個叫破殺，用買賣交易嘅行為改變禮物嘅屬性，話俾老天爺同睇唔見嘅存在聽，呢個係我自己買嘅，唔係我接受嘅饋贈。所以人哋送嘅邪氣就入唔到我嘅身。呢一招唔單止適用於鞋，亦都適用於前面講嘅送鐘、送刀劍等具有不祥陰陰嘅禮物。好啦，各位朋友，今日我哋一口氣講咗5種絕對唔能收嘅禮物，我再帶大家快速回顧下，加深印象。第一種，來路不明嘅古董老物件，容易招陰靈附體。第二種，人哋着過嘅舊衣物同貼身配飾，容易承接人哋嘅霉運。第三種，寓意不明、帶有攻擊性嘅造型擺件，會破壞家庭和諧同個人心性。第四種，與喪葬、祭祀、死亡相關嘅物品，哪怕只係硬陰，都絕對觸碰唔得。第五種，數量唔啱或者帶有送邪引陰嘅鞋，會影響你嘅根基同事業。我知道我哋喺座嘅各位全部都係心地善良嘅好人，總係覺得拒絕人哋唔好意思。但請大家記住，真正嘅朋友唔會送你令你為難嘅嘢，真正為你着想嘅人唔會用呢啲禁忌之物嚟挑戰你嘅運勢。對於嗰啲心懷不軌嘅人，你嘅拒絕就係對你自己同家人最大嘅保護。呢個唔係冷漠，呢個係智慧，係對自己氣運嘅負責任。運勢呢件事雖說3分天注定，但仲有7分係靠我哋自己把握嘅。我哋改變唔到天意，但我可以通過後天嘅學習同防範，避開嗰啲人為嘅陷阱。只要我哋心存正念，一身正氣，多行善事，多同正能量嘅人交往，嗰啲所謂嘅咒術同晦氣，其實好難真正傷害到我哋，因為邪不壓正，呢個係一條宇宙間嘅鐵律。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希望能令大家有所收穫，有所警醒。如果你身邊都有親朋好友，平時唔太注意呢啲細節，或者正在經歷一啲莫名其妙嘅衰運，不妨將呢篇文章分享俾佢哋睇睇，也可你嘅一次轉發就能幫佢哋揾到問題嘅根源，解救一個家庭於水火之中。呢個同樣係喺度為自己積禮陰德。當然，如果你都有過類似嘅離奇經歷，或者收到過令你至今都心有餘悸嘅禮物，歡迎喺評論區留言，將故事講出嚟，我哋一齊參詳。呢度有好多同道中人可以幫你出謀劃策，辨別吉凶。仲未關注嘅朋友，唔好唔記得點個關注。我哋呢個頻道就係專門為大家解讀呢啲生活入面嘅玄學密碼、風水禁忌同命理智慧嘅。以後每期內容全部都係乾貨滿滿，保證令你大開眼界。最後仲係嗰句說話，願各位善信，家中清氣長存，邪鼠不侵，福生無量天尊。我哋下期視頻唔見唔散。